近季尾咧，總要營造啲高潮嘅。老實講，即係呢個騎師冠軍就冇乜嘢好講噶啦，一人獨大。咁啊，練馬師係比較緊湊啲啦。但係大家知道就蔡約翰啊，曾經一度都帶嚟幾遠，不過希斯啊追得好緊要。而家就相差6場説多不多，説少不少啦，都係有機會追上嘅。咁所以今次咧，蔡約翰都不敢怠慢喎，好少出咁多馬，11場全部都有馬出嘅。咁希斯都唔少，睇嚟呢兩個馬房啊，今次都可能係真係有啲龍爭虎鬥喎。咁如果係咁，即係星期六嗰啲例爆嗰啲都可能係稍為擺低先喎，因為今次蔡約翰嗰啲幾多都係一啲叫熱門馬嚟嘅。咁啊，啱啱嗰個賽夜咧，潘頓就停咗賽啦。咁結果本地嘅騎師亮眼啦，啲成績。梁家俊咧亦都扭轉咗，同阿姚本輝咧合作，即係暫時未有頭馬。琴日一贏啊，贏2場添。講開要爭，告東尼獎都爭得好激烈啦，兩個 Matthew 啊、潘明輝同埋蔡明士偉嗰爭4場啊，佢哋兩個。不過佢哋兩個稍後各自都有啲停賽令喺身嘅。睇翻今次賽事先，星期六嘅賽事啊，我哋今次跑9草以嚟嘅草地用 B 跑道，頭場開跑12點半鐘，3T 6環賽冇多補，但喺第6、第8場咧嘅4重彩及4連環咧就各加入咗100萬嘅多補。停賽復出2位姓潘嘅騎師潘頓同埋潘明輝，停賽就黃寶利同埋賀銘年。下次停賽咧，布文又係幾個停賽令喺身嘅。第二場咧就4班1200係繼續係草地賽事啦。咁啊初出嘅就有4、5、7、3匹。超平凡咧就唞咗好耐，兼且轉倉㗎啦，因為咧佢之前做嗰啲喉部手術嘅。回當寧咧其實未出賽咧就已經轉咗去無位傑馬房。咁啊，而家啲成日都話啲4班啊，去到季尾好多時係弱組，尤其有時候拆壓組啊嗰啲啦。咁側身馬就着數啦，成日都講咧，有時啲弱組你啲側身馬稍有能力就夠用啦。咁所以都會考慮側身馬㗎，包括5、6一隊咯。6號團結勇士上次跑1000就跑過第4，已經有個走勢俾你睇啦。咁另外就想講下呢隻嘅常發財啦，呢隻就初出嘅馬嚟嘅。咁啊，丁冠豪馬房3歲，試咗4課集都試得幾好喎，即係有啲速度可以跟得到前段啊，同啲即係都舊馬去試咧，有唔錯嘅走勢嘅。我覺得呢一隻丁冠豪嘅初出馬都做足咗功夫嚟嘅。同埋咧，呢一隻常發財咧係由楊明倫一手自己教好嘅，由初第一課集出閘有啲猶豫，到第2、第3課咧慢慢做得好嘅。睇翻佢母系家族成員咧有現役嘅香港賽區直線力山，日後可以跑長啲。呢隻係型格幾好㗎，唔排除係嗰啲小鳥天堂啊、金塊飛飛好快有嘢睇㗎啦。呢隻係個檔差少少，但係咧幕後鬥志非常之好嘅。咁啊，揾翻啲舊馬埋手啊，幸運旅程咧，我諗都抵子見盡㗎啦。前草都唔係主場，但係有個檔跑經驗啊嘛。我都覺得佢見盡㗎啦，不過近期都做1連2場上名，咁啊再埋門又有貨大集，即係呢啲馬都唔係放棄，即係仲係有意競爭先。咁當然呢個路程佢啊喬張少少嘅，跑過9次就3次上名，但係 Q 都冇入過㗎，嗰3場都係第3嘅咋，所以呢啲我都會覺得就算有個好檔，可能都係位置之選咯。咁問題係其他啲馬都好多都選唔上㗎啦，咁所以呢啲都要揀到啦。譬如超平凡嗰啲咧，就做完手術啦，係就搏佢第一次嘅啫。呢啲賽前都做咗好多功夫嚟。文家良頭2場都揾晒潘頓啦。第5場就4班1400米草地，一定超。上次真係贏到都超晒班㗎嘛。不過今次係重磅啊。不過啱啱嘅勁沙一層再出都上到名嘅，一定掂就落翻班。今次一隊都好似好勁咁啊！你一定一隊。跟住仲有紅衣醒目啊，同埋近期跑得好咧，其實威武年代今次係潘頓接手啦。咁你跑一樣榜賽制就贏完嘅馬，咁下次要挑戰啲難度㗎啦。你冇難度咪嘉應高升跑平榜，咁啊次次都佢贏冇難度咯，係嘛？咁一定超上次嘅難度啊，增程去1400照贏。咁今次嘅難度啊3歲135磅，咁我覺得都問題唔大，因為我覺得佢4班係真係同馬如其名嘅，一定大超添喎。咁有乜超級馬當然可以克服難度啦，即係你話咩個重磅咁，但係你呢個階段去到5月尾啦，老實講就嚟轉歲啦，所以我自己都唔係太擔心呢個135磅嘅，喺4班係好惡嘅馬嚟嘅。
因為你睇佢上場一節落去咧，當日咧中外碟好少有得追嘅，佢係其中之一隻，全日得2隻嘅啫，佢其中一隻。咁另外揀落去就係紅衣醒目啦，其實呢隻真係好好養嘅馬嚟嘅，呢隻就滿樂時嘅子嗣。咁啊，今次啊執過10檔啦，佢都要面對住差唔多嘅處境，佢133磅，而且佢仲要再細隻啲添。咁所以你揀得一定超，就揀埋紅衣醒目啦。我覺得今場呢啲側身馬喺度咧，其實都幾惡嘅。最緊要羅富全嗰啲咧，睺啲後生好似好啲。係羅富全就係咧，阿圖成日話啲中年馬就唔係咁穩陣啊嘛。咁你啲紅衣醒目㗎，咁你贏得啲紫荊拼搏嗰啲，我都繼續都贏嘅，咁當然都好水準嘅。咁啊，兩隻都係熱門嚟啊！老實講，不如睺隻有少少分頭㗎啦，隻神居武士。咁啊，其實上次都覺得隻馬開始嚟緊嘅，但係又好似未到捧場嘅時候啊，200倍啊臨場真係。咁佢唔係好曳嘅喎，嗰場慢步速佢翻嚟跑過第5嘅喎，即係當然係冇威過第5啦。但係已經開始有所謂有走勢俾你睇嘅嘞喎。咁啊，今場我諗又未必會去到咁冷㗎啦，即係始終上次都叫近過下。呢隻馬1-2場就到㗎啦，我相信開始及住佢先啦。200倍蔡約翰啊都好少啊，咁啊留意住啦。佢揀咗啲贏開嘅，可能都熱門㗎啦。3場1英雄戰歌，5場1就真係一定超啦呢隻。咁我揀咗尾嗰2場啦，10場11精英雄心同埋尾場11場9號嘅超易穩。咁啊，禮拜6賽事啦，不過又好似好多近績好嘅馬都又唔飛得嘅，因為你到季尾咧，好多馬有啲係落緊啦，有啲係唔叻啦，咁變咗贏開嘅馬要繼續跑得好咧，個難度相對低咗，所以我今次都揀咗2隻贏開嘅馬咯。你睇尋日嗰啲比特星啊，節節有福，唯一上將上尾馬咪繼續跑得好咯。嚟緊星期6嘅賽事啊，頭場可以跑12點半鐘，星期日亦都有日本同埋咧法國嘅越洋轉播賽事嘅。下期節目再見，拜拜。